来看这个警方加强查诈骗，所来引发着误会。新北市一个单亲妈妈伫个超商的提款机咧操作，要甲收到的钱用迄个欠钱的功能回销予公司。巡逻的员警看讲，感觉伊进行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都来查伊的身份。这个当事人嘛真配合，提出着身份证，嘛互警察来看伊甲公司对话记录。但是这个员警要离开的时阵，也是对伊真怀疑哦。就是这个警察的态度，让当事人真不满，出面来指控。小姐到超商的 ATM 甲收到的钱用欠钱的功能回复公司，因为拿看手机拿存款，巡逻员警怀疑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去甲调查。他刚好看到我是在存款，所以他可以怀疑我是车手。然后我一边跟公司回复的时候，然后他的脸就凑过来，声音有加大，他还蛮凶的，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在跟诈骗集团联络？”当事人提证件，互警察调查身份，嘛，互员警看伊手机的对话记录，想要到员警要是甲怀疑，当事人想要甲证件提回来，各项刁难。我就说：“那我身份证可以还我吗？”那他手上是拿着我的身份证嘛，我要抽走，他捏得很紧，他不让我抽走。当事人控诉，警方阁行过，想要看伊的牌仔继续甲怀疑，讲伊的牌仔内底应该有真侪假金铺啊。因为证件尚在查询中，并没有不归还的情事，经查证，并无不法情形，便离开。警方表示，伫近日员警真认真办案，捌伫超商查过诈骗集团，所以伫这个区域加强调查，造成民众的误解，会阁加强教育自勤技巧。